炮台山係我由細到大居住嘅地方，呢度交通便利，環境舒適，同時呢度有好多高樓大廈，特別係我屋企身後嘅 AIA 大樓同埋香港李寧大廈呢啲高層寫字樓，俾人印象就係好多中高收入人士喺度返工同埋生活。但係喺身光頸靚嘅外表下，又有幾多人喺背後默默耕耘呢？自從我畢業之後返 part time， 好自然咁對呢個社會又多咗認識，明白到賺錢唔容易嘅道理，同時都開始留意多咗身邊嘅人同埋事，就好似街上面嘅清潔工同埋垃圾房嘅工作人員，佢哋每日都會緊守崗位，準時去做佢哋嘅工作，保持社區嘅清潔。我曾經都有問過負責收我返工鋪頭垃圾嘅阿叔，每日做同一樣嘢唔攰嘅咩？而佢同我講，攰唔攰都要做㗎，我哋係冇得揀㗎。令我明白到佢哋工作嘅辛酸。而另外一個令我印象深刻嘅係我屋企附近嘅建築工人，佢哋嘅工作導致意外發生嘅風險好高，但係佢哋依然冇怨言，只為求打好社區穩固嘅根基，令市民感到放心同埋舒適。如果炮台山冇咗佢哋會點？可能係變成一個好多垃圾、烏煙瘴氣嘅社區，亦都可能係變成因為安全問題而人心惶惶嘅社區。其實除咗佢哋之外，都仲有好多行業默默咁為社會出一分綿力。例如由朝早營業到夜晚嘅餐廳，充滿住香港特色嘅小食店，又或者係提供多種類產品嘅超級市場，以及每日陪伴返工返學嘅巴士司機同埋地鐵職員。佢哋同市民嘅生活息息相關，就好似無形嘅零件一樣，唔可以缺少其中一部分，否則就會崩塌。經歷完工作嘅我，已經同以前中學嘅我唔同咗好多。而家會對佢哋嘅服務講一聲多謝，辛苦晒。而當中表達嘅含義，唔只係多謝當下嘅服務，而係感恩佢哋為社區帶嚟嘅貢獻。不如你哋都試下。